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民众党选战结束了后，是摕到8席的不分区立委，将做国会关键的招数。刷落来2月7日立法院长的选举，民众党支持者都会当选，但是民众党嘛可能无爱投票，安尼第一大党国民党就会当摕下到立法院长的宝座。这民众党团早起是开记者会，画出着国会改革的4点方向，爱纳力先来回答着国会改革的立场，因才决定要安怎来投票。民众党的立委当选人黄国昌讲，改革是重点，听者无重要。伊讲，民众党的8票会以团进团出的方式来面对这场院长的选举。超越蓝绿最强战力，超越蓝绿最强战力。8席不分区立委当选人排规排，民众党新科立院党团的成员伫党团开记者会，针对2月7日院长的选举有提出因的诉求。请问2大党有志于角逐立法院院长位置的人，请问你们的国会改革的政见跟蓝图是什么？提出国会改革4点要求，包括国会听证的调查、人事同意权、立委利益回避以及经费的使用，就是无讲院长要挺倒一边。对的事情，我们可以跟任何政党合作；不对的事情，我们一定强力抵制到底。讲出民众党的原则，要选什么人白赢也未决定，不过已经确定8票的团进团出，是讲以目前的国会3党无过半的情形。若是我51席的民进党，若来连赢提名人选，就会当做立法院长；若是挺国民党，共款有过半，是讲有可能是拢无要投票和哪力对决，哪力食会由国民党放弃。外界分析讲，安尼当维持韩国瑜甲高明天友好的关系，以及南北合作的可能。您的哥哥黄树光也是下届国防部长被点名的人选，那你怎么看这件事，以及有没有可能这就成为国会绿白合作的契机？谢谢。刚刚讲了，在大我之下没有小我，所以第一个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我们现在是台湾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，就是把现阶段的工作做好。强调立法院的改革是重点，无超过一半哪力两党想要争取国会龙头，嘛都要看白赢的民生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